各位食友，你哋好。今日要同大家大力推介呢間超有驚喜嘅中菜館。首先係老香雪山包，入面係溫熱嘅叉燒餡，酸酸甜甜，味道層次超豐富。金蠔黐飯好有驚喜，支飯球炸到金黃香脆，上面鋪滿鮮味蠔仔，點吉汁食，味道超夾。跟住係金魚汽水湯蝦餃，造型靚到好似藝術品，蝦肉新鮮彈牙，湯底清甜。呢個鮮荔枝球外形滿分，咬開係爆漿芝士同爽口蝦粒，鹹香同奶香完美結合。呢個鮮荔枝球外形滿分，咬開係爆漿芝士同爽口蝦粒，鹹香同奶香完美結合。台灣肉鬆飛餅熱辣辣上台，餅皮脆到無朋友，肉鬆鹹香鬆化。全場焦點，流心朱古力麻辣烏糟包，一撕開濃郁朱古力漿漬包，超正創意十足嘅麻婆豆腐小籠包，皮薄湯多，一咬辣餡湧出，辣得好過癮。油甘燒鮑魚入味彈牙，油甘清香帶出鮮味，絕對係高質之選。後以暖粒粒嘅酒釀小丸子作結，丸子軟糯，酒釀香甜，完美收尾。